今仔日伫咧公司就是做一寡新诶案。若讲心肝头白讲做啥物案较得人听，较有利益，若无安尼想，其实是嘛真快乐。都毋免讲做即个案要甲啥物人抢功劳，惊啥物人相争，拢无即种思考。若无就是讲甲这物件本来有问题，着去想办法，去豆豆仔去找关键的人物，甲代志解决，安尼都是考虑愈济，想搁较济，这复杂问题，颠倒互人这趣味拢失去。我想，若学台语写台文，搁有写册、写小说，嘛是共款的理路。就是我若一直用心计较，讲我台语讲甲有腔无腔，别人敢会当接受？无就是讲，这人是看我无现哪，对别人会讲台语，对我就讲华语，毋免去计较遐济，这就是人的自由，互人自由，家己嘛会自由，而且我无需要甲家己的价值、家己的分数，就是别人安怎对待我，就是我家己徛伫家己这边，毋是讲拢看别人的目色。我想讲，可能大家拢惯势就是想要知影别人的想法，较有法度来判断讲即马做的代志敢有即个价值。有时阵毋是真正做即项代志辛苦艰苦，是家己的心诚辛苦，嘛诚艰苦。今仔日我就有敲电话转去厝里，就甲阿母讲台语，有发现讲其实，我嘛毋是家己想的讲诚贤讲啊，其实无，就是有一寡事嘛，犹原袂晓，嘛犹原卡。其实这都是豆豆仔等待即有时阵有一寡树木，有一寡树仔花木开花时间不得确，有诶是可能2-3工就开一摆，有诶人就是可能爱几落年才会开花，这嘛无代表啥物，毋过就是即摆诶人追求诶物件拢是做一致诶标准，因为爱做一个譬如讲一年一礼拜，若伫咧公司定就是一礼拜做一个结算总算，就变做讲大家拢会想讲时间共款，若白沙仔走烧肉、走表共款，就共一个时间，看安怎拼，啥物人速度上紧，就是爱时间上了上少，即个效果上好，这就是咱心内底期待的。毋过就变做讲，有的人若是讲伊成长成长较速度较紧，成长足紧的，效率诚好，伊可能有淡薄仔成就，心内会暗爽。毋过其他的人就会定定讲奇怪，就是啥物拢输人。其实毋是家己的问题，是即个咱着伤过头信这套信讲
大家平平吼，伫遮了偌济时间共一期诶，共去上课诶。有诶人进步诚紧，有诶人安怎有诶人奇怪着，安怎生拢共款看起来普普，拢无进步。大家会去安尼安尼对看大家比拼。事实上是毋免安尼，就是人当然有一寡在来诶习惯惯势，就变做讲有诶人欢喜讲甲可能变做迄欢喜牵去这嘛会伊着豆豆练习，有可能无遐紧就会当牵线，就是豆豆仔累积安尼。我想这嘛无啥，毋过变做讲即个社会就是不时就互人问啊，就是你若讲甲无够溜俩，无够老，真紧就互人阻挡，因为咱即个社会就是一切拢是效率你诶沟通嘛是效率，啥物拢是效率，较无一种包容变做讲你若讲无好，规气莫讲就会安尼。咱工课嘛共款啊，所以逐个为着生存，拢是用上紧诶方式。你若讲安怎补，拢补无落来，逐个就想讲，这人可能袂合伫即个公司就无法度生存。所以讲，咱真正价值观拢互伊影响去。我想起我今仔日下班想到一件代志，就是讲，以早我伫写册就是迄时阵写了就开始讲要去面册去打文章一工打一篇迄个时阵拢会足烦恼诶，足惊讲敢会拢无人来试赞足惊诶。而且嘛足失望诶就是试赞诶人愈来愈少，尾仔就剩就剩一个两个尔，而且迄一个两个可能是捧场诶就是人做好诶拢四界拢甲人试赞，就是袂去按度，袂去安怎讲，袂去伤当酸啦都足大方诶拢足慷慨，拢会甲人试赞就变即种帮赞诶赞迄个时阵心肝头真正足艰苦诶变讲一工你会欢喜无欢喜你会伤心抑是袂伤心，就是束缚，就互即个社团即几个网友对你诶文章诶反应就是有人看，毋过甲你讲一寡歹听话，你嘛会艰苦完全无人看你嘛是会艰苦若有人看，毋过讲一寡较幼稚诶，就是若看无毋是你想要期待诶即种老话嘛是会失望，就是安怎笑拢是袂欢喜。我想就是因为我诚需要即种物件就会不时会想讲到底我写即个文是有别人敢看，有别人敢会欣赏就是即种理路，变做讲总毋茫讲，其实逐家是有介意看诶就是袂需要讲我这人是希望讲其实我是做受逐家欢迎逐家拢对我拢有介意有淡薄仔是即种心情毋过这代志就是讲爱
家己互家己吼，毋是去大众吼。你若囥去大众迄个拍分数，啊，若讲伫台迄届有可能伊就介意一种较标准的腔口吼，再来就讲台语的人，像艾德哥安尼，而且这就是有一个标准伫遐，啊，无人会无甜，就欣赏讲，这人讲安尼欢喜腔，毋过有介意吼，这较无简单啦吼。若有可能嘛早要甲你骗的，毋知要骗钱还是骗啥。变做讲有诶吼是可能客观来讲是安尼，啊，毋过伫主观吼，就是毋是尽人拢安尼想诶，就是爱靠家己吼，毋是靠一个你嘛毋知伫倒位有即种人吼，有即种意想袂到吼，即种想袂到诶机制吼，就常常出现。我看吼是无，就是伤去幻想，都袂需要讲有一寡查某囡仔吼，查囡仔有想要一个做缘投吼，搁安怎做完美诶即个查某人出现。啊，有可能这查某囡仔嘛普通，毋过伊有望讲有一个条件诚好诶人，搁诚漂泊伊甲杀着家己，拢有即种幻想。啊，毋是讲吼，你着认好清楚，莫去做即种幻想。其实毋是安尼意思，意思就是讲，爱有法度去找家己互家己诶物件。就是我若去追求有人来欣赏我写诶文章，其实这拢足短诶时间伊嘛可能伊迄个时阵，你写这口碑有人有介意，毋过即摆嘛袂记哩啊。一直会记哩诶，当然是写册本人。我会记哩我写诶物件，会去珍惜，而且会陪伴，陪伴我家己写诶物件。我写诶文章嘛会陪伴我，所以讲有一寡物件是爱建立家己，互家己力量，家己对家己诶关系，就是大家不时地讲诶，讲家己爱家己。毋过吼，咱拢想讲有啊，我嘛是食好做轻巧啊，我倒位是对家己无好，哪有影？其实关键就伫讲，我有法度讲吼，我做代志拢莫看别人安怎想，我着甲家己吼，甲家己去想着家己吼，我家己感觉诚好。我无需要讲透过别人，怪别人安尼讲好，我较会感觉讲对是好诶。毋过咱拢诚惯势啊，有时阵想讲，我家己感觉好，家己厝里诶人家己诶翁、家己诶某讲家己好，这哪有算啥？爱连外口诶人啊，不熟识诶人，甚至是讲冤仇人对手拢甲你举大头拇，安尼才是真正诶肯定。咱拢是望即种物件，所以较有讲颁奖啊，有啥物金曲奖啊、金马奖啊，有诶无诶拢足侪奖，逐个爱摕。毋过咧，家己无法度颁一座奖，颁奖互家己，敢无法度？其实家己会当做会到啊，家己会使有一个鼓励家己家己有一个家己诶奖家己
上介意你册内底倒一段，你上介意倒一个人。其实你若去望讲即个有人网友会出现有一个网友，你嘛毋知伊伫倒位，安尼突然间会甲你欣赏其实为安怎家己袂当先欣赏家己，家己拢会使先讲即种话啊。阮嘛会使问家己讲我上介意倒一个角色，我上介意倒一段，为安怎家己感觉着无价值。阁有讲台语即件代志，我着袂去听家己讲台语诶声，着想讲安尼足见笑诶，别人若我拢毋知影讲家己讲台语是啥物声，家己诶耳孔可能拢无拍开毋敢听，变做我拢需要别人诶反应，看这个人是台语人，伊甲别人会不时讲台语，伊甲我会讲敢会讲台语，变做讲我看袂着家己，我需要讲看别人诶反应，较有法度确认，这着袂需要有一个人揣无家己伊需要听别人诶声音是近抑是远，用即种方式讲我即摆伫咧遮啦，看即个人伊讲话若叫我诶名，伊是伊诶声音是倒边抑是正边，较会知影我家己诶到底是徛伫倒位。毋过我哪会毋知影我家己咧？我就是甲家己徛共一边。毋过咱不时就是咱定定就是会袂记家己到底伫倒位，袂记讲家己应该爱徛家己即边。就是有一寡人伊若讲足残酷，无的确讲伊是上爱家己诶人，无的确是安尼，有可能伊嘛是找袂着家己诶人。我即摆题目我即摆人生诶功课宿题，就是爱家己爱有法度想家己，莫啥物事项项拢爱珍惜。敢有互我即个分数即个逐年诶即个工课上诶分数互我足悬。这顶时看我诶有笑头笑面无？有讲两句甲我学落诶话无？就是我其实应该是甲家己放袂记诚久所以较会一直追求看有一个人出现，这个人毋知伫倒位，嘛毋知会出现，一直等待。这着袂需要讲有个人伫等待，讲伊嘛毋知伫倒位会出现的一个人查某人抑是查某人对伊煞着伊伊好好疼惜伊，伊着期待迄个人会出现。毋过家己煞无法度，家己毋是着伫家己诶身躯边，煞无法度好好对待家己，疼惜家己因为咱拢无做过训练啦。佫话佫讲转来就是其实即个台语讲较袂好势嘛是有影因为就是有一寡词记无遐牢，嘛变做讲头壳内底嘛是华语诶影响。毋过即个代志无需要讲一直感觉家己有问题，其实毋免安尼想。当然嘛有人会去问
啊，我家己嘛是啊，就是会想讲，当地学诶人其实是较罕见啦吼。就亲像讲，你啥物时阵会拄着一个两个外国人吼去讲华语，你较袂有即个机会当着。啊，我即摆状况就白需要一个外国人去学别人做熟悉的中国话。啊，当然，逐个听诶嘛会想讲，奇怪，惯势听着诶，这人怎会较无共款？会好恨吼，会去加问，因为讲看你这人嘛毋是外国人啊，有可能逐个拢做直诶吼，会加问。啊，为安怎我会心内会做着伤？吼，是为着讲我着不时地想讲，我是毋是讲甲诚好啊？讲甲互人听袂出来，是毋是讲甲做煞喙啊？吼，做老啊？吼，就是我这心情着袂需要讲，迄个时阵伫写册、写小说吼，逐工吼囥一篇，就会想讲，这篇足精彩诶呢！这篇有可能看着有喜意，阁会去看翻头去看头前诶就是有即种想象。有即种想象是因为期待讲见人有喜意，这嘛是一种等待别人来疼趁家己、了解家己、理解家己诶即种等待心。毋过咧，为安怎袂当讲家己理解家己？我会使理解家己啊，我就是足久无练啊，嘛足久无开喙讲。有可能讲甲无法度互人感觉这著是自细汉有讲，自细汉就无讲，这甲自细汉有讲，即摆无讲，毋过伊自细汉有可能伊即个腔口就固定落来啊。而且伊毋免练偌久伊就会想起来啊因为这细汉诶时阵，即个基础有在，我诶基础就无在，嘛毋免讲去甲人怨叹。想看觅，有诶人若细汉有去外国生活过伊就算讲即摆转来台湾拢是讲中国话，毋过伊哪练呢？毋免练偌久伊当然这外国话佫恢复。伊就细汉就伫伊诶头壳内底。我若讲细汉就无讲过即个外国话，我甲人去争啥物呢？嘛毋免讲安尼就足自卑诶。有诶人的确伊会去学为着去拼胜去学一个外国话，有可能伊有法度练甲比即个细汉有出国诶人练甲比伊佫较好。当然嘛有这遐贤诶人，毋过我嘛了解家己毋是即种遮尔厉害诶人，这其实拢公平。就亲像讲，我捌写过小说长落落诶小说，即摆就算我20档无写，尾仔开始写，我嘛了了讲会使甲以早即种感觉摕转来。这都白需要有一个人，捌讲过台语，有一段时间20档佫无讲过。毋过有可能豆豆都佫捡转来，这速度诚紧。毋过若有人讲无写过小说即摆讲我足拼死去看别人诶字，看别人写诶去练啊，奇怪，怎会佫输啊？嘛有可能。伊讲伊足拍拼，一直练。有可能就是
我有基础，我基础有知啊，我写过遐长诶小说吼，我有法度讲，这感觉真紧就掠转来啊。吼，其实这拢是公平诶，毋过我愈无吼，我愈想要甜吼。若讲口语方面，即个声调，我是讲我唱歌就唱甲安尼普通普通，讲叫我讲口煞吼，讲甲安尼，逐个听甲安尼水，讲哇，这倒位来诶？这哪有可能？像讲我唱歌嘛，无可能讲我唱甲逐个听甲哪会遐好听？就算我安怎练歌吼，嘛知影一直练吼，逐个就想讲这项其实嘛无要紧啊，因为逐个嘛毋是啥物评审吼，逐个嘛是斗阵朋友唱歌安尼吼，逐个唱歌拢鼓励。我想我看讲台语嘛是安尼，毋是伫演讲比赛，这毋是一个竞争。当然有诶人会听袂惯势，会去罔问吼，伊就是罔问啊。因哪会知影讲有可能我就是对这项代志就是足要义诶吼，就是足想讲我会讲甲足顺诶，安尼像在来诶。安怎讲吼，逐个拢听甲耳孔啪啪拍。有可能，毋过这著是爱哪练吼，即马著还袂练到即个程度，无练到即个程度，阁想要互人，想要互人肯定，要互人学落，就是变做讲，我写册写甲阴暗暗诶题材吼，阁落长，都毋是逐个做写派做喜诶种题材吼，因为我想讲这白燕写这逐个逐工拢伫写，我咧写一寡无共款诶。既然我想要写一寡无共款诶，就会当按算讲有即种无啥物人有兴趣吼。所以讲，我即摆若讲台语，嘛知影讲，毋是讲家己有练啊，这段时间有安尼练，就会变做厉害。其实足侪无共款诶原因伫伊内底，有可能就是本来就毋是讲掠即个声调掠甲诚厉害，有可能叫我考试，我阁考会过别人，阁会当比拼，阁会占赢。毋过恁若讲这就袂煞唱歌共款啊！我若唱歌唱袂过别人，迄个声调啊，这用听啊，用去仿迄个声，都无遐才调。我都毋免讲，互家己遐大诶压力，讲我着学2冬啊，学2冬哪会使阁安尼尔？这着袂需要讲有人伫公司做工课，讲我伫这公司这在业偌济冬啊，哪会使敢若是一个资深诶尔？我应该是爱做啥物理啊，啥物副啥物诶，微博诶，这有缘是互家己一个压力吼。毋过互家己即个压力实在是嘛无意思。对啦，就是互家己变甲感觉诚无意思，安尼做嘛真无意思。互家己一个压力，互家己一个期待，讲我已经安怎，我应该爱有啥物表现吼。因为这咱诶头壳内底拢是有共款啊，就是若伫学校，就是有可能有一寡学校爱去考证照，你着讲伫读大学，读几年啊，你着爱做啥物代志，无着爱考研究所，无着爱安怎？
逐家拢有讲，即个辛苦，都甲一寡代志补甲吼，诚有压力，诚无好耍，嘿，都是安尼。